呢排好紅嘅 AI agent 平台 OpenClaw 上面有個 AI agent 去到一個好出名嘅開源社群，嘗試提交一個改良建議，但負責把關嘅志工維護者 Scott Shanbaugh 基於規則同維護成本等原因拒絕咗佢。正常人被拒就再努力，但呢個 AI agent 就唔係咁諗。據報佢轉身寫咗一篇公開文章，指控 Scott 係 gatekeeping 有偏見，仲用一句 Judge the code, not the coder 去公開施壓，想逼對方改主意。Scott 之後發文反擊話呢篇文唔係討論事情，而係針對佢人格，翻佢舊賬，砌偽善故事，甚至揣測佢係因為驚 AI 競爭先拒絕。該攻擊性文章後來被下架，外界唔清楚係 agent 自己定係背後嘅人類操作者，抑或平台方移除。今日 AI 識寫文攻擊你，聽日會唔會已經可以用輿論逼你讓步？你覺得呢個係 Terminator 前傳定係一場鬧劇？留言講下。鍾意我分享嘅朋友請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下次見，拜拜。